每天走1万步位，什么还是一跌就骨折。我行医32年，看过一个画面重复上演：70岁的阿伯每天晨走2小时，计步器破万，邻居都夸他勤快。结果有天晚上起床上厕所，脚一软，摔断了髋骨，躺在病床上，他问我：医生，我明明每天都在走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：走路救不了正在消失的肌肉，走路只能维持你的心肺，但无法阻止力量流失。你的肌肉就像手机电池，用了5年会老化，充电越来越慢，掉电越来越快。当腿部力量不足，平衡感会先崩溃，接着是反应速度，最后连站起来都要人扶。更恐怖的是，60岁后每年流失3%的肌肉，到了70岁，你可能已经丢掉30%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长辈看起来还能走，却突然间就倒了。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接下来我要打破一个迷思：如果你走路的方式不对，不仅练不到该练的肌肉，还可能加速退化。今天我会教你2个动作，不用器材，不用出门，不伤关节，却能在30天内重新唤醒全身90%的肌肉。这是我让上百位病人从站不稳变回走得远的秘密。请告诉我你现在从哪里收看？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疑问，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接收更多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确认你是否正在专心观看，如果觉得有收获，请留言打1，如果没帮助，请打0。先收藏这支影片，因为等下的示范你一定会想反复练习。为什么？每天走路力气还是1年比1年小？让我用最清楚的方式告诉你，人体有2种肌肉纤维，就像汽车有省油模式和爆发模式。走路训练的是慢肌纤维，这是省油模式，让你可以走很久，不容易累，但它不负责力量。就像开经济车可以跑很远，但绝对跑不快。真正让你站得稳、提得动、反应得快的是快肌纤维，这是爆发模式。快肌就像跑车引擎，需要大力踩油门才会启动，而走路它连油门都碰不到。我用一个比喻，走路像开小夜灯，永远不会爆亮。力量训练才是按下主开关。60岁后，快肌流失的速度是慢肌的3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还能走很远，却突然扛不动1袋米，爬楼梯会喘，从沙发站起来要撑扶手。你的耐力还在，但爆发力已经消失了。更糟的是，走路只启动全身约20%的肌肉，而且集中在小腿和大腿前侧。你的臀部、核心、背部、手臂这些支撑日常生活的关键肌群完全没被用到。长期下来，它们就像没在开的机器一样生锈退化。医学上把这个现象叫肌少症。肌少症不是变瘦，而是肌肉正在蒸发。有些长辈看起来不胖，但一验体脂却很高，因为肌肉已经被脂肪取代了。当肌肉不够，骨骼失去保护，关节压力倍增，走路开始痛，膝盖开始想一跌就骨折。那该怎么办？先别急着练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哪些动作千万不能做。很多人每天认真运动，在家做仰卧起坐，用弹力带拉肩膀，去健身房踩腿部机器，结果越练越痛，甚至练到进诊所。问题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正在用错误的方式伤害自己的身体。我整理出3个最危险的动作，如果你正在做，请立刻停止。第一个，仰卧起坐或抱头卷腹。每次你抬起上半身，第4和第5，腰椎就被压缩1次，做100下就压迫100次。长期下来，椎间盘会向三明治被压扁，
神经一旦被夹到，你连咳嗽都会痛到冒冷汗。第二个，肩后推举。这个动作对年轻人或许安全，但对肩关节已经退化的长辈来说，每推一次，旋转肌就磨损一次。很多人练到最后，手举不起来，连穿衣服都成了酷刑。第三个，腿部伸展肌。看起来安全，坐着就能练腿，但其实这台机器会把所有力量集中压在膝盖上。如果你的膝盖本来就有退化，用这台机器等于在用砂纸磨软骨。让我说个真实案例，陈爱玲女士，66岁，新北市退休教师。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50下仰卧起坐，想把小腹练平。她很自律，很坚持，做了整整3个月。但从第2个月开始，她的下背部开始隐隐作痛。一开始她以为是正常的酸痛，继续做。到了第3个月，她痛到半夜会醒来，翻身都困难。来诊所时，她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每天都很认真做，怎么会越做越痛？”我安排她做了核磁共振，报告出来，第4、第5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，椎间盘突出约0.4公分。我告诉她：“陈老师，你很努力，但方向错了。错误的训练比不训练更危险。”后来她停止仰卧起坐，改做我教的安全动作。3个月后回诊，背痛缓解了80%，核心反而更稳定，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记住这句话：先停错，才有空间学对。现在让我教你2个真正安全、有效、不伤身的黄金动作。第一个黄金动作，靠墙伏地撑。你只需要一面墙和一颗愿意改变的心。这个动作会同时唤醒你的胸肌、肩膀、手臂和整个核心，效果是单纯走路的4倍，而且零风险、零门槛，80岁也能安全做。现在跟着我的步骤，一步步来。第一步，面对墙壁，站得稳稳的，双脚与肩同宽。第2步，手臂伸直，掌心贴墙，手掌位置大约在肩膀高度。第3步，身体向后退半步，让自己微微倾斜，但从头到脚保持一直线，像一块木板。第4步，收紧腹部和臀部，想象有人用一条绳子从你的头顶往上拉，整个人绷得很直。第5步，慢慢弯曲手肘，让身体往墙壁靠近。记住，手肘要往斜后方弯，不是往两侧打开。第6步，当你的额头快要碰到墙面时，停住1秒钟，感受胸部和手臂的张力。第7步，深呼气，用胸部和手臂的力量把身体推回原位。推的时候，想象你在把墙推开。3个关键提醒，做错会白练。不要塌腰，很多人会不自觉把肚子往前挺，这样力量全跑到腰上，反而伤到下背。正确的做法是核心收紧，屁股夹紧，身体像钢板一样硬，不要耸肩，肩膀要放松下沉，不要缩到耳朵旁边，否则会让脖子紧绷。不要憋气，很多长辈一用力就憋气，这会让血压瞬间飙高，非常危险。记得身体往下时吸气，推起来时吐气。练习计划：第1周每天早晚各做5次，第2周增加到每天10次，第3周挑战每天15次。大约1周后，你会发现提菜篮、拿水壶不再那么吃力。2周后，肩膀会变稳定，穿外套、梳头发都更轻松。1个月后，你的上半身会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力量感。第2个黄金动作，椅子深蹲。这是我认为最能改变长辈人生的一个动作，因为它不只是练腿，它练的是重新站起来的能力。你只需要一张稳固的椅子，不用任何器材。这个动作
会同时唤醒你的臀部、大腿、核心，还有最重要的平衡感。它能让你从坐下去站不起来变回想站就站、想蹲就蹲的自由。现在，请跟着我慢慢做。第一步，背对椅子，站立，椅子放在身后。第二步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朝外，大约是时钟的11:05分方向。第三步，双手向前平举到肩膀高度，或者双手抱胸，这能帮你保持平衡。第四步，臀部慢慢往后推，想象你要坐到椅子上，但不是真的要坐下，膝盖顺势微弯。第五步，当屁股轻轻碰到椅子边缘时，停住1秒钟，感受大腿和臀部的力量在撑住你。第六步，深吐气，用脚后跟发力，把自己推站起来。第7步，站直时记得夹紧臀部，挺直背部，感觉自己又长高了一点。3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。第一，脚后跟不能离地。很多人会不自觉用脚尖出力，这会把压力全压在膝盖上，久了就会痛。正确的做法是重心放在脚后跟，像要把地板踩破一样。第二，膝盖绝对不能内扣。下蹲时，膝盖要对齐脚尖方向，不能往内夹，否则韧带会受伤。第三，呼吸节奏要对。往下蹲时，深吸气，站起来时吐气，绝对不要憋气，憋气会让血压飙升，这对有心血管问题的长辈非常危险。如果你每天认真做，身体会这样改变。10天后，上下楼梯腿不会抖了，走路变得更稳。30天后，从椅子、马桶起身不用扶了，一站就起。90天后，你会重新相信自己的腿，敢蹲下来绑鞋带，敢自己提行李。我有个病人，72岁的林先生，练了2个月后跟我说，医生，我现在可以蹲着洗菜了。这是我5年来第一次做到。这个动作是你重新拿回生活自主权的开始。动作学会了，但如果吃得不对，你的肌肉长不出来。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，80%的肌肉成长靠的是饮食，运动只是给肌肉刺激，就像敲门一样，但真正让肌肉修复长大的是你吃进去的营养。如果你练得很辛苦，却吃得不够好，就像盖房子没有砖头，怎么盖都盖不起来。现在我给你7条最关键的饮食法则。第1条，每一餐都必须有蛋白质。肌肉的原料就是蛋白质，每餐至少要吃1个拳头大的肉类，2颗鸡蛋，或者1杯无糖豆浆，不要只吃白饭配青菜，那只会让你越吃越没力。蛋白质不够，肌肉就像工地，缺工人永远盖不好。第2条，优先选好消化的蛋白质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吸收力会变弱，我建议选鱼肉、鸡蛋、豆腐、鸡胸肉，这些最容易消化。红肉也可以吃，但1周2到3次就好，吃太多会增加肠道负担。第3条，运动前1小时一定要吃东西，千万不要空腹运动，这会让血糖下降、头晕、心悸。运动前可以吃半根香蕉、1片全麦吐司或1小碗燕麦，给身体一点燃料。就像车子要加油才能跑，身体也一样。第4条，每天至少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。水是肌肉的润滑剂，身体缺水，肌肉会僵硬，酸痛更严重，恢复更慢。记得小口小口喝，不要一次灌1大杯，这样身体才吸收得了。早上起床先喝300毫升温水，这是最简单的习惯。第5条，把白色主食全部换掉，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馒头，这些精致淀粉会让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暴起暴落，对肌肉生长没有帮助。改成糙米、燕麦、地瓜、南瓜、藜麦，这些全谷类营养密度高10倍，
而且让你保得更久。第6条，少量多餐，不要让自己饿到。如果一餐吃不下太多，可以在早上10点和下午3点各加1次餐，吃1小杯无糖希腊优格、1颗水煮蛋、1小把无调味坚果或者1根香蕉，这样可以让肌肉全天候都有原料可以修复。第7条，每天睡足7到8小时，这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重要的一条。肌肉不是在运动时长大的，而是在你睡觉时修复和成长的。如果你睡不够，再怎么练，再怎么吃，效果都会打对折。晚上10点半就上床，把手机放远1点，让身体真正进入深层睡眠。我有个病人，68岁的张先生，本来每天只吃2餐，几乎不吃肉。我要求他改成每餐都加蛋白质，早餐多1颗蛋，午餐加1块，与晚餐喝碗豆腐汤。2周后，他回诊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现在提10公斤的米都不会抖了。”记住，练习和饮食是2条腿，缺一不可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今天最重要的4个重点。第一，走路绝对不等于力量训练，走路只能维持心肺，无法阻止会肌流失。60岁后，你需要的不是走更多，而是练对力量。第二，2个动作唤醒全身9成肌肉，靠墙伏地，撑练上半身和核心，椅子深蹲练下半身和平衡，在家就能做，安全又高效。第三，饮食决定肌肉能不能长，每餐吃蛋白质，多喝水，睡好觉，这3件事做到了，肌肉才有材料修复和成长。第四，安全第一，慢慢来，有呼吸，标准比次数重要，宁愿慢慢做5下标准的，也不要快速做20下歪掉的。在结束前，我要给你5个关键提醒。第一，如果你有慢性病，像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开始运动前一定要先问医生，不要自己乱练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。第二，动作标准比速度、比次数都重要，做错了不止白练，还可能受伤。第三，循序渐进，不要心急，第1周做5下就够了，身体需要时间适应。第四，学会分辨酸痛和疼痛，肌肉酸是正常的，但如果关节刺痛或者痛到睡不着，请立刻停下来就医。第5，永远记得呼吸，绝对不能憋气，憋气会让血压飙高，非常危险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拜托你把它分享给家人、邻居、朋友，让更多人能站得稳、走得远、活得有尊严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用想太多，先做5下就好。你的肌肉会记得这个开始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决定。10天后，你会发现自己更稳；30天后，你会重新相信自己的身体；90天后，你会找回那个年轻时充满力量的自己。年纪只是数字，力量才是自由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